因为大家平安，真欢喜要有这个机会来到咱中间，也真正是欢喜啦！吼，感谢上帝，吼。我毋知咱出事是第几件事会啊？第一件，其实咱爱家己拍手是毋因为我会记得半年前，恁当啊选了的时候，请我来这边讲咧训练。我安尼讲规步，我毋知咱欠会啥。当时啊，就是讲遐新选的执事咧讲，因袂晓讲台湾话啦，书要安怎的啦？我就想着讲，实在是这个时阵的青年人真无简单啦吼。活伫即款两个语言的中间吼。顶落回阁是爱用台语安尼吼，咱的执事真烦恼袂晓用台语，我就知影讲，安尼这小可代志啦吼，信用徛在语言会当学袂要紧吼，搁双语嘛袂要紧，国语台语做伙用，咱拢会通，所以因就笑笑。我看伊今仔日安尼头到尾吼，安尼会当遮顺序背会伊的圣经，特别是伊的祈祷，真感动吼。哪有困难的人，咱就爱准备啦，所以会写安尼祈祷足有内容。我嘛足爱讲，遮个老用手嘛毋通靠家己的经验，怎啊拢袂记你要事先准备吼，反正会用遐日子外。感觉无内容啦，所以像咱的少年执事，咱真正要甲伊鼓励，会当甲伊做伙祈祷，礼拜前会当甲伊读圣经，互伊读互咱听看，会晓读袂，这是咱的教会会当培养新的一代，做伙来同工上界水的见证。所以若有几个较少年的执事。你若咧烦恼，你就看今仔日个执事毋免烦恼，上帝会帮助你啦这做一个好的开始，咱真感谢主。今仔日佫欢喜，嘛安尼来到咱的中间，会看到咱两个新的牧者，因专工，安尼讲为着安尼要参我熟悉，安尼甲大家做伙见面，因就安尼专工对迄边请假先来参咱做伙伫遮聚会，咱两个少年的牧者我想因的台语会互咱大家真熟悉安尼啦总是互相鼓励咱拢会当看见语言是一个功夫尔，拄则带咱敬拜的青年，伊个拢讲国语的人，为最后嘛会带台语的歌唱甲遐好所以。这实在是咱拢会当接纳互相鼓励，咱足感谢两个安尼遮尔缘投美丽同工要做咱的牧者我看咱的周报，咱就拢咧修宪迄个牧师馆，我感觉这是因为旧年咱无同工无牧者所以咱就爱甲备办好势备办咱的心，甲因做好的同工，咱的教会。真正得到主祝福，当然嘛足欢喜阮的老同学回应牧师娘，所以咱拜师进，而且服侍甲伊的牧师原来呢过去少年的时，大家拢做好的同工食老了后，搁至少要有这边的机会伫遮见面，毋知影以后要有机会无啦因为食老。拢有一日会大先离开咱是安尼所以实在是足感谢主会当有这个欢喜做伙伫遮敬拜上帝，咱大先做伙来祈祷，感谢主带领你的罗波，搁一遍来到主的教会，祝福今仔日的敬拜，对少年到年老。我拢伫你的面前，会当做好的工，鼓励遮个兄弟姊妹，特别伫新的牧者要来的进前，备办阮的心，搁较会晓用尊敬、三听、同工来行，
建成教会头前的路站，愿主祝福今仔日的敬拜，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40几年前，伫咱台北有一场足大的布道会，就是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迄个时阵，阮伫南部，还阁少年，阮就带会友起来到咱的台北的体育场参加迄场的布道会。也格里汉即款的布道团，伊拢着爱计划几啊冬久，才会当来到即个所在。所以伫咧计划时，就有台北、乐山园、马蜂病中心的创设人戴金寿医师，就是美国甲伊三个接触，互伊知影讲，照着伊的名来到台湾，伊就爱拨一个时间来乐山园参观，通唤起台湾人，特别是遮个记者会当来，互乐山园显明出来。你来关心这个社会，就会看见乐山园的需要。哇，咱人足欢喜，除了报道以外，还阁会当附带这个功能，所以伊就真答应，绝对会接受这款的邀请。后来经过几年后，差不多5年啦，因为因这个世界的安排，要来到台湾。一个来到台湾，伊3暝4日的布道会，毋是布道，日时当然拢有节目啊。有当时是互请去立法院演讲，伊一个出名人。煞落去总统府嘛安排伊邀请当时的总统。这个节目安尼排落哇！伊所家己的助理讲，就爱甲乐山园会室的。因为排离开啦，迄个时阵，乐山园院长怎写一张字条互伊的秘书叫伊摕互甲里汉牧师，伊讲毋通违迄个你的承诺啦，你来到台北一定会来参观乐山园，毋通违背你的承诺。然后，甲伊讲一句讲，若是耶稣来到台北，伊会去倒位啊？因为因足失望嘛，期待几啊冬久，祈祷期待，结果你安尼无用甲。最后迄个转去才讲明白，你过去起头的答应是安怎？因为你有时间去见总统，无时间来看这个可怜的所在。结果迄张条到伫伊的手的时，伊讲怎宣布？第4日就是伊要飞飞机等于美国的时。去早起所有的节目拢取消，就是团队要来乐山园，毋来参观，阁要传做礼拜，因为伊甲伊深深痛悔，我太疏忽这个代志，我甲一般人无共啊，我敢若无用见总统，无用去遮大官的所在，受人按捺。真大差，我将这个代志我家己列去，所以伊迄个早起去带1点钟的礼拜较分享，然后直接去机场就安尼离开台湾。这是洪南教授伫联合国的社论内面所写，伊的题目，迄篇社论的题目就是勿忘初衷啊，就是今仔日。我所留互咱，嘛要甲咱建成教会，咱做伙来勉励，
咱甲我过去牧师的北营教会边边设教65年左右。啊，这个到到60年，这么长的时间了后，咱真正会亲像树荫豆豆灵气啦。迄个初代的信徒是大热心拍拼，才有法度通伫即款大甲车头附近的所在买到一间4、5层的，嘛是迄个时阵是大楼啊。迄个时阵的初代，因是安怎热心？这个人一代一代一直过去，为离开，为过身，为病痛。互新的一代接起来时，咱拄着的条件是比因较济，毋过咱的信心是哪来哪倒退。因为人一般的人咧讲的讲，第一代拢足热，第二代就小可冷冷，第三代就结冰啊安尼啦。所以就会体会讲哟，是新的牧者对要来时。咱伫1、2年久，伫遐伫艰难奋斗的时，伫即个连接的中间，哇，咱就用启示录第2章，圣神的接臂有所的教会，迄个内容来甲咱今仔日做伙勉励。有所是保罗伫伊传道的生涯的中间。去伫一间教会带上久的一个宣教，因为伊到逐所在拢是几个月一直行，一直建立教会。毋过为着有所的教会，照历史记载，伊大概伫遐有当半久的时间。因为即个所在是罗马伫即个中亚这边上中心的一个大都市，因为伊遐有上港，所以罗马军队伫遐做一个中心，一代以罗马是伊的本部，毋过伫中西这边有所是伊的第2个中心点，所以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拢足大的一个都市。啊，迄个都市，保罗就用足大的力，伫迄个所在传福音。搁一项就是，迄个所在是一个庙事作兴旺、迷信介重的所在，所以保罗伫遐传道，后来伊受业伫加的中间，才写以弗所书，伫遐讲到合一，讲到做同工，讲到三听，毋通失落迄个原来耶稣基督背十字架的心志。若用咱台湾来讲，我伫南部来看的台北市，真正就是亲像以弗所的迄个大都市呢。咱人济、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拢伫咱台北市。若用我来讲，是恁台北市啊。这个所在哪亲像以弗所呢？你知？因为阮徛起伫南部。生活伫南部，无会伫南部，迄个体会，甲伫台北市足侪无共的。南部是安尼单纯、朴素，上时热情、敬重啊，迄个敬业，迄个做事人的迄款的心志，互你真歹去体会讲，遐水啊！啊，若来到台北市，会豆豆会较找无迄个字呢？你敢知？会安尼感觉，你烦你，我烦我安尼啦。无啥咧，互相斗阵。你坐电梯吼，边边电梯你安尼甲笑一下吼，伊会感觉你好像有病哦。啊，若阮伫南部毋是啦，你安尼落车吼，安尼骹板挂咧吼，一直小笑问。路边，我马上阿公啊，大家拢会甲你讲，哦，你倒来啊哩，你倒来啊哩，有捌无捌？啊，迄大家人拢袂使，我袂着咧，拢爱啥物浙江、八公、无酒无安尼哦，随
然毋是家己个亲人，嘛，你莫看看迄种东西啊，规路人咯，差不多拢是亲情，其实毋是亲情，你就是爱安尼称呼啊，迄就是南部啊，你来到市啊，来到台北哦，迄差太远个啦。变做我就会感觉，迄只需要教会，因为即个都市，逐个人拢总真清楚，咱毋敢讲真自私，因为台北市嘛有足侪疼心的事业咧做，总是逐个人拢对家己真温暖，变做教会伫即个所在，迄个存在价值比南部搁较重要，因为即个都市。你会发觉，因已经失去起头的听。原来的台湾人是足客气的，毋过因为现代社会变到怎安尼，大家真现实，互相之间拢有利害关系，有关系就拢足亲切，无关系，啥物人都无咧吵，变迄个事实出来时，教会底下迄个真实的听。唔通去抗拒，所以伊咧学了一间教会，学了是讲安怎？骨力、热心、高做、有吞论，佫会反对迄款异端。保罗嘛有知影，伊即间教会伫遮嘛做甲真好啦。毋过已经陷入迄个大都市的迄款的毛病，就是敢若有款事工。有款节目，有咧领导，总是若迄中间无有起头的听，迄个单纯、谦卑、牺牲、甘愿，迄个心志若叫放弃，你足够释放，甚至你金钱嘛足够奉献，你嘛真有。真理圣经百足，总是你若失去迄个仁义、体贴、三听的心，迄间教会就亲像有所的教会。我真正深深有体会。当然，我毋望建成毋是即款的教会，因为我来改变，我嘛看见逐个人真正是真有喜乐的心，真包围牧师，真期待新的牧师来。伊若无像我即个老牧师，无论熟悉无熟悉，我会感觉，当然有几啊个拢是阮南部来啦，较歹势，即个对南部起来到台北的遮，安尼搁较在乎去互台北市影响安尼吼，有时搁安尼真轻松、真趣味、真亲切，迄个就爱伫咱的建成的教会内面，咱才会当成做上帝所爱。虽然有淡薄的失落、起头的疼，要不咱拢就爱搁倒转来伫伊的内面啦，因为迄个才是上帝所爱。咱若去到家己，有真侪人会甲你讲有谈故宫。来故宫了，就会讲去布地看一个高跟鞋的教堂，了后就搁落去放门看迄个白色礼拜堂。我想恁伫电视拢捌看过啦，有个人拢会知影讲我是牧师，伊拢会讲，恁足奇怪呢，是安怎布地迄个迷信足重的所在，放门迄个人分身的庙足大间的所在，是安怎他会用恁基督教？咧做迄个标志啦，遐会啥物高跟鞋的高跟鞋，遐会高跟鞋礼拜堂安尼哦，拢恁基督教，他无讲高跟鞋王爷公安尼啦，他也无讲白色观音菩萨还是妈祖安尼啦，伊拢会当播嘛，他会拢甲恁基督教连做伙，因真正毋知呢，县政府的人因设计嘛毋知。我拢着过去个遐做牧师传福音的，你敢知？我就讲迄就是古早北门布地新闻，这就是拢叫乌骹病啦。乌骹病
迄是一个无药通医的绝症，所以到最后拢爱锯骹、锯手安尼啦，啊无就死去啊。啊，所以台湾的医生当然医学也无够遐进步，啊嘛无人爱做这个代志，因为惊伊传染唔着安尼啦。哦，迄个细菌啊感染着，啊你真正会着乌骹病无救嘛。结果都是芥菜总会孙理莲牧师娘因开始奉献金钱，伫遐起拜堂，迄个拜堂就是白色的啦。所以今日才有迄间白色的礼拜堂底下，然后因为若无有宣教书来甲治疗，伊的骹拢爱切断，所以有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切骹起来了后，伊活落来，帮赞足侪遐个乌骹病的患者，感谢遐个宣教书，所以今日才有迄个高跟鞋的礼拜堂。就来去纪念迄个无骹的人，热心无有一双鞋仔通好穿，哇！我这听了，好，安尼实在真感动安尼啦吼。我这是家己关系，阮常常咧做。伫迄个中间，都有一个贾伟博士，专业的外科医生，无人爱做这个手术。贾伟博士。伊就对埔里、对南投开车落去到北门，专门去医治正的乌骹病的患者。啊，现在我会特别是这个题目提供给贾伟牧师。贾伟牧师捌做过咱的中卫议长，贾伟牧师后来发生车祸过身去，破去了后，遐个人拢倒着其他的肠啊、胃啊、肝啦，所以当这个。贾伟青年的时候，得这个大病，因是医生的世家，毋过，大家人拢感觉无望，讲差不多拢跪落去祈祷求救上帝。贾伟本身嘛，也求救主，因其中一人就讲，这个囡仔来好，要献互上帝啦，要互伊做牧师啦，祈祷到安尼啦。贾伟本身，伊讲我嘛一直求救主。我嘛要献身安尼啦，互我好起来，结果真是好起来啦。好起来了后，因讲包括家庭，包括伊拢会看见讲，咱做医生的家庭，做医生嘛会当救人啊，参做牧师共款啦，就拢用安尼解说啊。所以到牧会，伊就讲做牧师迄时真忝呢。无会实在真艰苦安尼啦。啊，做医生来传福音可能有较轻省，嘛较互人尊敬安尼啦。所以就怎啊，包括家庭，包括伊就要相片，伊怎啊去读洋文啦，无去读新人文啦。古早时代差不多台湾人有钱的人拢将囡仔送去日本读洋文啦。毋知爱考试无，我毋知啦。都反正有一个拢去日本读洋安尼啦。伊嘛去日本读洋，到毕业，伊嘛准备要留伫日本，遇到第二次大战，日本的战书，美国的轰炸机开始咧轰炸东京的时，伊讲有一名伊的宿舍目击。炸弹伫个宿舍爆炸，因怎跳入个墙啊？后来宿舍大火烧，因伫墙外无死啊！伊讲迄个时阵，伊拍伫涂骹求救主。你若我永家平安倒转来到台湾，我要做牧师啊！我无爱啊，我毋要走啊，我不再逃跑了啦。安尼了后，伊怎对日本刷到咱台湾？后来日本写写讲，在所不辞啊，无爱搁提死啊啦，就是咧写我讲迄个整个他的生命历程。所以伊也有医生牌，当然伊嘛有牧师牌啦。
所以伊就一边看病，一边去牧会。后来拄着孙玉莲牧师娘咧讲，乌骹病需要外科，伊就自然决心伫遐做到伊归心为止。足这时阵，毋是熬含慢，足这时阵是即个环境会互咱袂记得咱原来的承诺，咱甲上帝契约，咱会达到去顺去。咱翁某的婚姻嘛拢有契约，咱嘛会达到去顺去。咱做牧师、做中职。特别咧做长老，拢爱搁跪伫台下前，咱嘛甲上帝契约。毋过咱久来拄着足侪苦痛，拄着批评，拄着困窘，咱会豆豆嘛会失去迄个契约啦。这是人无法度通去控制的迄个软弱。咱讲沉默迄个电影，也是迄本小说咧描写日本时代芥川幕府咧困着基督徒的时。含天主教的神父，就到最后会伫遐改教，无去承认耶稣，迄款的苦痛出现。咱今仔日，咱嘛是常常会拄着即款的艰苦。迄个时阵，你就会去体会到教会牧师的苦痛，甲伊最后的决心，甘愿甲遐个乌骹病的病人过伊一生的事。迄个整个过程，咱就想到，如果你即句若是迄个一直咧笑、一直咧笑的迄个人，选中一个是闪过，看伊卖我嘅，指挥要爱你来唱圣歌队，安尼我足无闲，看会当闪过嘅。主日都欠当工，你嘛想讲较气嘅，2年后我看会当来面。结果你就1年后就过死年，你就无机会啦，也是之外。叫你来唱圣歌对你无来，你真正1年后哪有好毛病？你要唱就袂当唱，真的啦。所以迄个服侍，迄个献心，我偌年以来，我洗礼时是偌决心的。我受选到中职的时，我是咧战战兢兢。我到我久来有当时互批评，有当时互人无看重，你就开始灰心。人甲人会拢有遮个困难着，毋过你甲上帝，你毋通失去迄个起头的听，你才会当伫主的面前得到稳定啦。然后已经66担啊，已经。老的拢过死命，遐水的一阵已经过啊。我若无力是要安怎？这段圣经甲你讲，搁一项，你爱从悔改的心搁倒转来啦。毋是讲就像我无孝气，甲伊拄名，这个教会互伊结束，无啦。上帝的教会，人虽然会失去起头的听。上帝对咱的期待拢无变，相时我有甲咱小可分析，台北市搁较需要基督教，特别搁较需要长老教会，因为咱来咱强调本土的政治也好，本土的语言也好，今仔日会晓讲台湾话，变做足晓反面，你敢知？真正。含南部嘛，拢讲国语呢，啊，你袂才阿婆的，啊，拢讲国语啊。你甲问讲厂啊一斤偌济，伊嘛讲国土安尼吼，啊，我来讲阿婆，你讲国语哦，做无标准啊。你若毋讲台湾话啦，伊讲，吼，我掠做你听无台湾话咧，所以就爱用国语。含南部都拢讲国语呢，就讲，我倒来去台北找阮囝吼，啊，都伊台北人拢讲国语。啊，若听到咱讲大部就讲咱足爽诶安尼啦，我讲哟，安尼你错了，即马含医生嘛咧学台湾话呢，因为医生拢讲国语，迄患者嘛会讲，医生你讲啥我听无啦，我歹夹条，那患者比医生较歹安尼啦，
所以医生拢爱学台语呢。你要教册，即嘛足一个教数学的教授拢用台语咧教数学的，当然教国文就爱用华语啦。你讲数学哦，有用台湾话讲，遐囡仔拢随听就了解，足紧就了解啊。你讲台湾人有台湾人咧算数学的方式啊，无共。啊，所以就会晓讲台语的老师吼，见到足受欢迎的，迄学生就感觉讲，哦，那阮阿公个咧，吼，安尼讲迄个阮听有话，迄个形容词啦。啊，所以，咱就会理解讲，有啦，咱的教会存在伫即个社会中，还有有特别的意义，要变安怎？圣经甲有所的教会讲安怎？一条路。重新悔改啦！人哋问奥古斯丁，讲我着安怎才会当做基督徒？奥古斯丁这是初代教父嘛，伊甲人讲一句，伊讲第一就是爱悔改，第二就是悔改，第三嘛是悔改。伊讲生命若有悔改，伊就会当做基督徒。换一句话讲，基督徒若袂晓一直用悔改的心，伊嘛无算基督徒。了做我信主了后，我就足好啊。他有人有足侪软弱毛病，足侪失落啦。逐早起你爱悔改，逐礼拜你爱悔改。你一世人如果一直就爱知影，我是一个罪人，你才会需要耶稣啦。所以我告诉你，我免得做基督徒，你就是爱悔改啦，你就是要悔改。我嘛真期待咱用这个做咱的功课，咱来读书。特别这个老的，已经信主足久啊。你唔通麻痹去啊！你虽然咧热心哦，固定去做礼拜，无去就足痛苦的。不过你若无有悔改心，同款啦，我做牧师到老来，我若敢若会晓责备人，会晓批评人。圣经讲，啥物人设定做审判时啊？我就爱一直有悔改心。我家己本身若无迄个心，我就无有新的信息，通好伫讲台顶传播啦。老人若较讲到遐个代志哦，人足惊听你讲话呢，你敢知？有足侪少年人拢无爱敲电话互老人呢，敲着讲袂煞。所以我都甲恁太太讲，你若要敲互老人吼，就甲讲两声就好甲迄落，通我互伊敲倒转来。无电话钱，咱兜会人袂了，你敢知？一讲一点钟呢，迄虽然市内电话吼嘛足侪钱呢，我有当时会甲咱太太讲哦，即月迄个电话钱啊遮侪，伊讲我无敲去倒呀，我讲你着拢敲市内，市内若讲2点钟哦，你嘛几啊十箍呢，退休了就无代志做，定定就敲电话关心遐个老信徒嘛。我讲好，安尼电话钱会惨嘛。所以即马就会晓讲，甲卡2点几声啦，无食啥物挂咧，挂就卡倒转来，卡倒转来后，你就叫你去提早分成个，听会做你遐讲啊，特别迄个高一开，无论老甲少年的，拢无人通甲你讲话嘛。所以听到电话哦，袂准叫钱啊压着咧哦，夹袂开啦，你敢知？无法度啊，迄就是老人，安尼用悔改心，知影我老啊，我会老到无人爱，毋过我有上帝疼我毋免去求人爱我，因为人拢爱少年的，无人爱老的安尼，恁家己知就好，袂要紧。老的有老的服侍啦，老的查甫若来唱贝斯哦，机会嘛足好咧，对不对？老的查甫他都唔来唱贝斯，我嘛唔知。要录音啦，乡里团体，带无信耶稣的人来听咱的
教会社区请一个医生来讲健康，老人来请才有效啦，少年的袂晓做这一块，咱有咱的路用啦，无要紧。圣经讲悔改，最后我家己有一个见证，早期我的后生对怀疑心肠，塞车载我来，我昨暝就是来自斗紧的。这个后生真友好，逐暝一定讲固定敲电话等伊厝里啦，问看阮有好势好势无。但是了，有一遍，阮两个伫高速公路，伊塞车载我，敢若阮两个伫车内。我看伊遐咧滴目屎啊！我讲五点你是有啥物苦头？伊讲无啦，无到迄滴目屎。因为伊若载因妈妈，载阮太太，伊来流目屎甲差不多。因为因两个拢 A 型的，你囝遗传老母就正常的，不一定啦你这 A 型的毋通我害着，我的意思是因两个拢较搞操烦安尼啦，A 型的咱是较搞操烦，我这 B 型的咱像安尼讲袂死的家纸咧安尼真有耐力，搁真稀落安尼啦，这上帝拢共配好，这个较稀落的就配一个安尼，迄个 B 型的去配 A 型的安尼还可以啦。你若讲落雨，我就讲落雨盖好，就讲用咧淡时咧盖好，我就足爱落雨哩。安尼会当留冲淡，所以这个后生较我做伙，唔应该交目屎啊，因为伊知影因爸就是迄落安尼较乐观的人。我讲是你的身躯咧艰苦，伊讲无啦。我看伊都大苦了病袂艰苦啊！我讲无恁阿妈无发生代志，伊讲无啦。我讲唔爱，身躯也无代志，阿妈也无代志，无讲你的公司发生代志，因为伊是伫电子公司的开发部。伊讲无啦，公司嘛好势好势，人生就这三项大事尔，无是甲我有啥物代志呢？我迄是最后上苦头的。伊说怎小可点头啦，我行一条，咱的家庭，互你流目屎是安怎？就是无啦，无啦，莫讲妈妈啦，我就讲。你就知影把伊性质，一定爱解决，代志拄着一定爱解决。你好了讲，你讲莫啦，爸莫啦，我讲，你毋免惊阮烦恼，当然你会惊妈烦恼，你甲我讲，我会控制好好势，你讲袂要紧，结果伊就我讲，无啦，就讲安尼。因为因的丈人丈母现在住伫家己啦，阮共教会结亲的啦，所以就讲阮拢暗时拢爱转去后头厝，就是讲阮新妇安尼啦，新妇人都介惊人批评讲，是即个人咧走后头厝，对不对安尼，下期讲拢无咧顾身躯的养件安尼啦这两项，我生活咧想讲，这两项其实嘛，啥物大代志，就互阮这个后生咧流目屎，伊讲无啦，安尼尔啦，小可代志啦，小可代志就互一个查甫囡仔流目屎，我就点，我就等来到厝，这无法度啊，因为到底问题出伫对，我就甲我的太太讲。阮太太嘛，对你好呢。伊讲，其实咱嘛无讲啥，我有咧讲，
两个孙仔已经咧读国校，啊，两个大人毋甲即两个囡仔看功课，啊，逐暗都爱当来厝诶屈一个，啊，则当后头厝毋知坐啊几点，啊，则转去安尼啦。啊，恁两个囡仔诶功课是要安怎？你就知影阮太太是足顾囡仔诶功课诶安尼啦。阮生三个，伊逐暗都伊啊坐中，三个囡仔坐头前。大汉的中咧，第二个拢都摕伊的迄个作业簿摕出来，伊就一个顺，一个问，伊就爱当场伫遐答，就拢安尼咧记伊的功课。伊讲国校若有紧哦，去学校考试拢100分，若无较紧哦，拢考着70、80分的啦。所以70、80分毋是囡仔含问读啦，是爸母无咧紧啦。哦，这是阮太太教育英文啦。哦，啊，所以三个囡仔就是安尼大汉。啊！伊看到即摆后生媳妇哦，迄当然看遮艰苦安尼啦，逐暗都出去摇咧。哦，迄是即个 A 型的人的性格啦。我毋是烦恼因的健康啦，主要就是讲，拢爱食肉，拢毋食青菜啦，安尼啦。啊，你有知影阮太太就是遐尼注重卫生生活的啦，差不多所有的会友若拄着病，拢敲电话问阮太太，伊比医生搁较医生安尼啦。啥物病看啥物医生，包括荣总、台大，搁阮家己去到到病院，遐医生哦，伊用要捌了，是阮伫电脑顶面拢知影对一个是专科，对一个是博士，对一个是主治安尼哦，要挂号拢会先甲人指导安尼，所以社区内面的人哦，拢会讲，哇，你太太是安怎安尼对医药的遐尼捌？敢是你的囡仔做医生？我讲无啦，毋是啦。啊，讲到无法度，我会甲因骗讲，哦，阮太太是读药剂毕业的啦。哦，难怪哦，其实甲阮培的牧师娘是同学啦，是读幼教的啦。哦，啊，伊就是发遐济。所以伊袂抗敌后生媳妇，拢敢若爱食肉，拢毋食青菜。啊，伊讲的是事实，毋过伫人听起来会感觉讲含慢，佫无知识，佫爱食肉。啊，伊在苦谈。阮太太讲，我一片心，伊来咧甲我想对遐屁，我是要安怎？我讲不要紧，互我来说法。我这就专门咧甲伊打遐个答，你知影？我就开始写一篇，我写互我的媳妇，毋是写阮后生。迄边仔囝吼，有会买伫咧吼，毋免解说啦，拢会了解啦。所以媳妇是别人的左囝，较好嘛是别人的，你敢知？你这做大官甲大姐，你一定爱了解这个啦。真正，我写一篇批互，我摕去伫要靠背，因为伊伫遐做护士啦。我去到护理站的时，伊拄啊无伫遐，遐个人讲讲，吼，汤护士，你要来找恁媳妇呢？我讲嘿啊。我讲啊，我来甲叫，我讲免，我安尼有一张批去互伊尔，你遮等下再摕回头。哦，我真惊去干着伊，因为我是甲阮后生讲的，伊吼，啊，所以我无法度知影讲我安怎咧想的啦，所以我还去走。哎呀，你知影？我嘛敢去坐电梯，我惊去电梯去干着伊遮。啊，遐个当干哥啦，讲哎哟，较有大官遮好个安尼。阮若有人寄批来恁兜要互恁媳妇啊，你专工甲伊专厨专送来互伊安尼啦。我讲嘿啦，伊来你才摕互伊啦，我就喊伊走。结果阮等去，阮阿仔某带厝来，迄阵啊是10点外早起时，坐到11点，拢无电话。媳妇当然，护士行着随时嘛当去护理站，一定有读啊。读这张批了，无敲电话转来嘛足奇怪。到12点，嘛拢无电话。哦，阮两个哦，袂食呢，你知影？迄个中昼顿无食，敢若伫咧等电话尔。无，拢无。到11点半，
阮后生迄个时阵家己的电子公司啊，两个阿仔某啊，转来啦，驶车转来，点点我行入来，目眶拢红红，一路抗议，因两个阮两个，啊拢无讲话，我讲但是这是要安怎？结果阮后生才对伊个落地啊，摕一张被啦。伊讲爸，哦，林太太写的被要互我啦。哦，咱个中间已经计毋敢我用被啊就对啦。因为因拢知影我无爱用奶啦，哦，我都袂使奶互我，因为奶互我都无咧看哦，会讲不了伊安尼哦，所以我就做简讯嘛，啊伊就来爱写被啊。吼，阮两个摕伫遐去看。啊！伊两个坐在遐，啊，阮两个坐在遐，啊，个人看，阮真正用人流目屎。迄张被比较少讲，早起接到爸爸的被，我就较紧哦，互师真知影，阮心足艰苦，因为自从我结婚了。我娘家爸爸就过身，所以我伫即世间，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结婚了，互我加一个爸爸，所以你是阮一世人的爸爸，妈妈嘛是阮一世人的妈妈，一切拢是阮毋对，爸爸你是通甲阮会失的。对他以后，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典故，阮两个拢会永远伫爸爸妈妈的身躯边，然后两个做伙签名。我嘛看到一直好，我嘛甲伊讲不要紧，这个代志拢已经过，头前的路都正远。好好啊，照顾恁的家庭。啊，爸爸妈妈的年老，有一日阮会离开这个世界，希望恁天条上飞，教士囝儿带好好势，互恁这个家庭会当足好。啊，你是已经点半就爱上班，我嘛甲伊讲好啊，你去上班。啊，阮后生仔活过来讲。啊，恁还袂食饭哦？我讲，你若知就好啦。哦，这是袂晓听的话啦。对此条到今仔日已经10担久啦。我逐摆若来台北，不管是要住伫因我人生上里边，还是要住伫我这个西安后生遮，迄个大后生甲大丈夫一定来买啥头照。毋是阮细汉囝，阮迄个细汉囝，介好煮饭的，拢去煮呢，你知影？哦，阮迄个细汉媳妇咧做老师，伊若转来拢有免煮饭，用迄个细汉后生咧煮饭。哦，啊伊就讲啊，好去甲你照，啊我倒厝的吼，迄个牛丸啊，老好吼，你来就会当随食。哦，啊，我嘛是笑讲。啊，就讲来啊，那媳妇无咧煮他后生咧煮足奇怪，啊，毋是见怪不怪啊。阮媳妇是甲咱来起来洗碗的啦，吼，啊，阮后生逐日都负责煮暗饭的，伊真乖咧。我感觉安尼真好啊，啊，就是拢来买车头咧等，就是拢即个大汉后生啊是，早暝伊嘛来，啊。后生就嘛像我遮大阵啊，哦，拄啊坐车来恁无看，伊咧行路嘛足紧，伊拢毋知影因爸到哪来行到哪慢啊。我阮媳妇甲我牵咧行咧，啊哟，迄个互媳妇牵咧行偌好咧，你个知？参无左囝牵无共咧，哦，左囝若牵哦，啊毋行较紧咧。然后，迄左囝是出事做来咧管老爸啊。迄媳妇拢袂，哦，啊，真正就是让你推掉。
要上车伊就来甲你开车，要落车就喊你来甲你牵。我是我无够力，就爱人牵啦，毋过就假无力。伊做生意会牵啊，真正，我袂体会讲着，悔改啦，那是真话，悔改啦。你做大官，你悔改讲道歉，对不起，我们想的太多了，原谅爸爸跟妈妈，我就是安尼想。所以我写好唔敢互太太看，我若无伊看伊讲，做老爸是写啥？这个对内心的代志吼，袂使互知呢，你知啊？阿某嘛袂使知呢，因为吼，两个人都会坚持立场啦，你知啊？有啥物立场？不管对不对，我们认错。世间就讲无风应啦，你敢知？但是另外，教会就是欠缺迄个，你去得失啦，你家己会失的。虽然咱像伊唔对，无要紧，阮做牧师就是安尼呢，你敢知？你了解讲几百个会友，大家都拢足听牧师，无啦，会是专门要咱批评的啦，你知？我嘛知，我嘛无法度啊，你免啊叫你莫来礼拜。我以前就甲伊甲打招呼，来，我爱去因兜啊探访。所有天后人送阮来啊，我就要赶来啊去因兜。哎呦，牧师歹势啦，歹势我定定退。你啊这啊，袂记你要送牧师，你敢知？迄个人无咧送，伊讲牧师领伤济啊，伊毋知阮三个囝拢无够通用的，你敢知？我就阮小弟偷价值，互阮美国的查某囝呢，无透钱，人我袂注册。毋过兄弟姊妹看我无共啊，伊迄个心智就是会感觉，牧师就是安尼好，逐项都毋免，领伤济。阮的教育要安怎？所以我定定讲，我若咧做师傅，毋知要偌好咧。拢无囝无家庭哦，拢毋免拖退，拢毋免烦恼金钱。做牧师我咧烦恼钱，也无上用，变安尼啊！啊，你讲要安怎？所以体贴的有啦，批评的嘛有啦。都是你哪批评的家庭，我就爱哪去家己看啦，你敢知？伊才会豆豆回转。我爱伊悔改，当然我嘛爱悔改。我是安怎干那看到伊的歹，无看到伊的好，迄是我的满足。你若会当达时安尼啦，我毋嘛建成教会，诚做上帝所祝福的教会。你的家庭特别咱老，我好更老，因为少年的时候拢无去家。老人较欠伊的，做大家官的吼，较欠伊的，较会晓疼惜身边的，用悔改的心，伊才会敢做伙来礼拜啦。嘛，主感动啦，做伙来祷。天顶的主，我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有一个好的机会。会当看到阮的同学，阁会当看到新的牧者，阁会当看到这新的种族，主你着帮赞阮这的年老的，会晓疼惜因、包围因、鼓励因，若有啥物失错，嘛会晓因传因，会晓用悔改的心，甲伊做伙祈祷，互阮的教会、阮的家庭，拢得到主祝福。我来祈祷，靠耶稣的名。